继续来看立法院第5会期，今仔日开始报道。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再度抢着头香，以期台新会期朝野会当对话代替对立。尤其是顶一个会期的最后一天，在野强行通过3项争议性的法案，传出讲总统府行政院咧评估要用歪副书来反制。总统赖清德是希望全民会当做公亲，若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总统府甲行政院无格局。你才是第一名吧？没有啊，你第一名啊！也未到7点，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大家去坐伫咧立法院咧等。伫新会期报道日，搁在抢头香，望望新会期有新气象。这新的气象呢，最重要的是要先审旧的预算，因为唯有旧的预算通过，才会有新的计划。哪种预算？包括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条例。民进党话讲同齐护卫，联动对立法院大家长韩国瑜也有更较侪期望。他如何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党团之间呢调和点赖，而不是只会叫披萨或者叫汉堡而已。不公在哪里啦？不能说不听民进党的意思就叫做不公平嘛？是讲顶一个会期最后一个议会，南北强势通过卫星广播电视法、不动动产条例、立法院组织法等等的修法。依照规定，3套通会法律将会分别送往总统府甲行政院。若是行政院不提复议，总统就要伫收到了后的10天内公布。听讲府院接到各方反映，必要时会考虑不付诉。福国利民的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却没有任何的审查，同时也无视于中国的威胁。我觉得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我希望全国的民众能够评评理。这样的僵局，我相信不是国人愿意看到的。这也凸显出现在的行政没有一定的格局，没有一定的格局跟高度。民进党团甲法案的进度定条条，避免过年前出什么变数。新会期调野敢会当春暖花开，就看过年后各党团是安怎出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